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咱的市民新声节目呢，甲大家来关心哦，咱2018台南市长的选举。那么伫个进前哦，伫个民进党初选的时阵呢，咱6位候选人全部拢访问过，后来由着呢现任的立法委员黄伟哲来出选。然后呢，咱后壁吼，阁有来访问着即个国民党方面的哦，包括着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也阁有前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高思博。另外伫无党籍的方面呢，包括着五彩集团的创办人林义峰，也阁有前台南市警察局的局长呢陈子敬，拢有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伊要参选台南市长的政见，也阁有抱负。那么今仔日咱邀请到的这位呢，哇，伊是有那是真无简单吼，伊即马是咱成功大学的教授，而且呢，伊是这个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博士哦。咱来欢迎许忠信许教授。主持人碧纯好，市民新声的观众大家好。好，那么许教授，咱知影讲，其实呢，你为这个2年半前开始吼，好像就有针对这个台南市长的部分，你都有去吼，这个行基站去听人的声音。但是呢，你到目前为止也未讲正式宣布要来参选，但是大家拢想讲，你应该是要来参选咱台南市长哦，是不是？甲大家报个这个。这是安尼吼，大概总统大选了，立法委员大选了呢吼。我因为我退出台联党，转来升台教册嘛吼。咱台南真侪长辈呢吼，较早拢做阿扁啊总统时阵的台北市的市长的即个处长啦吼，各处的处长，搁内阁的官员，真侪咱台南人。即咱台南的长辈，因进拢头80几岁，2年半前有甲我讲，伊讲咱台南县市合并了，有一个困难。就是咱台南人一时要找到台南县长，还是旧台南市长较简单。但是你台南县市合并了，伊的人口是188万，伊是一个直辖市，交台中、高雄、台北、新北，伊的市长拢是共水准的。咱第一届咱找无人，所以咱拜托清德啊来替咱做市长。清德啊嘛真清廉，嘛替咱做7年的市长咧吼。伊进嘛离开，所以讲当时这长辈甲我讲台南人内底有法度交林佳龙市长是耶鲁的博士，朱立伦市长是即个美国纽约的博士呢，有即个博士学位，有法度来代表咱台南人袂失格，搁有即个外语的能力，国际观有法度对欧洲来招商，找咱台南的农产品去日本促销。会晓讲日本语，会晓讲德国话，有这国际语言经贸能力的人，我柯中信一个人应该是较有可能。所以讲，因甲我鼓励，叫我来用郭文哲无党的模式呢吼，来探看有可能无。所以讲，我伫这个状态之下，我就安尼去行到过半年，过半年呢，阿扁总统去互放倒来高雄，阿扁总统的凯达格兰基金会呢，伫台北办募款餐会，迄阵即个我因为去甲一个朋友做演讲，伊无钱互我做报酬，讲我有凯达格兰基金会募款餐会的餐票2张，1张互我，然后接我去凯基的募款餐会，去就足侪人拢排队要去看阿扁总统，我就交民众排队。真侪立法委员去拢行后门啦，但是我虽然做过立委，我交民众排队，6个民众拢交阿扁总统，手头1、2秒尔。阿扁总统坐伫碰椅，看到我，就甲我认出来，伊甲我讲，柯教授，你找一个时间来高雄找我。我就去高雄找，迄阵汪笨虎大哥还未往生哦。阿扁总统甲我问讲，柯教授，你即马无做立委了，拢在做啥？我讲我拢伫升台教册，有当时讲电台安尼，演讲安尼尔。总统就甲我讲，你安尼可惜啦，做过立法委员了，做一个学者安尼可惜。你有啥物拍算？我也讲，较早有寡咱台南人做过你的结缘的吼，咧鼓励我出来用无党的出来参选台南市长，替咱台南看会当招商改善经济呗，替咱的农产品去日本促销。
看下法度，咱农民的收入会当增加袂？所以讲我有咧探寻这点啦。是。阿扁总统伊有赞同啦，伊甲我讲这真辛苦的代志。所以讲阿扁总统我迄阵甲报告伊有赞同，安尼啦吼。阿扁总统赞同了，我就去继续行。佮过无偌久呢吼，就咱李总统的即个基金会，办幕甲餐会，有邀请我去。所以讲我有透过李总统身躯边的人，甲李总统报告即个代志。李总统尊重我，即个决定讲要来参选即件代志，伊尊重我去评估的结果就对。所以讲，我有甲阿扁总统报告过，伊若无反对，李总统我嘛透过伊身躯边的幕僚去甲报告，嘛无甲反对啦吼。我也捌去桃园李副总统、李秀莲副总统的官邸吼，伊就请阮去遐，我学者交我即个伊的好朋友去伊的官邸吼，去南口，我有甲李副总统报告，李副总统即个无甲我表示反对的意见安尼，所以主要我会当讲我有甲这长辈报告过尔。我袂当讲人因咧甲我支持啦，安尼对人歹势啦。是，所以其实你嘛是吼，就是讲2当半前开始吼，就一些因缘际会，或者是说有跟一些长辈报告，你听到遐个声音嘛，有一寡人希望讲，你真正爱出来，因为哇，你这个法学博士吼，剑桥法学博士真的不简单，而且你又精通这个中文吼，日语、英语个德语。我中文无好啦。你中文无好，我台语。英语、德语、日语都应该是比较好。中文是基本的啦，嘿啦。所以讲我来这讲台语，对。这是咱一个读册人基本的能力。对。就是讲我伫做新来教授，我下早拢看英文的册，我下晡拢看德文的册，英暗拢看日本文的册。因为我咧研究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商标啦、专利啦、著作权啦、营业秘密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法律的吼，这拢国际性的，你就爱会晓看英国的有文献、美国的册，德国人伫这方面的研究嘛做好，日本人的研究嘛做好，所以咱伫学校咧教这个研究生，咱就爱去做这个比较研究，所以外语的能力是我的基本的研究的工具啦，研究的工具。当然要交德国人讲话。你像我伫成大即摆有一个德国学生啦，我甲伊的家长对德国来呢吼，我叫因咧讲2点钟的话，做伙食饭是无困难。日本话，我咧讲日本人听有啦，日本人咧讲我也是听有安尼。所以我咧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我甲各位报告，我有一项代志，我真坚持讲国防外交无能力啦。国防外交无能力，所以较早王金平院长咧做院长的时阵，迄阵若外宾来呢吼，外宾来王金平院长就做爱找我，亲民党就爱找李同豪教授，民进党就找陈东山立委，因为阮三个拢博士嘛，阮三个拢会晓讲英文，也是日文，像东山兄会晓讲日文嘛，我会晓讲日文，德文我有法度去讲吼。所以王金平院长若接待外宾，拢阮三个咧做陪，安尼迄门面较好看。讲咱台湾的国会，咱的国会议员拢博士，外语拢会讲，安尼。对，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基本的，就是讲咱伫这个国际经贸环境，咱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要有国际竞争力，你就爱有法度用这个语言甲外国人沟通，争取咱的工作机会，争取投资的机会。这点咱是较占优势啦。对，所以这点真正是无简单，因为咱即摆看现任的吼，或者说进前的一寡即个管市长啦，也无人只有学历吼，迄个语言这么厉害的。这事业有专攻呢，这人一枝草一点露。人像韦铁来，因是政治专长啊。伊政治经验比咱较丰富啊。咱是学术，做国际经贸的研究，咱是国际经贸财经这方面。这咱的专长就是伫遮，所以一枝草一点露，拢是有因的专长啦，是安尼。好，所以要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安尼你准备当时要来正式宣布？这是安尼啦吼，因为我需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讲，互民进党的人选即摆已经确定，是黄伟哲立委嘛吼。嘿是。国民党的人选，伊即摆咧初选。咱等国民党的人选出来。我才来宣布，
决定要选也唔选。这是有啥物效果呢？就是讲，阮咧读商标智慧财产权的人，你一个新的商品出来，新的商品做好，品质做好，内涵做好，你要有比较的基础啊。你所以咱就民进党的人选确定，国民党的人选确定，咱去宣布，咱的市民就会用我的学经历、我的专业去交国民党的人选，去交民进党的人选，安尼做比较，这就叫做比较广告嘛。对。比较广告这个效果就再凸显出来，互市民知影讲咱台南无需要闭关，咱台南还阁有这个无党会包袱的人，有国际金融财经的人，伊会当出来替咱做改善经济的代志，所以先互这两党的人选是确定，我才来宣布决定安尼呢应该会当互咱的市民较好做比较啦。是，所以宣布的时机就是伫国民党的确定人选之后啦一礼拜来。好，一礼拜来。国民党的人选确定了，一礼拜来就做决定。你就做决定好，安尼教授，恁进前伫2012年2012年的时阵，曾经互迄个台联党甲你提名嘛来当选不分区的立委。为什么足侪人其实无啥清楚讲，为什么后来你会退出台联党呢？这点是安尼啦这也毋是讲我有做毋到啥物代志。也毋是讲台联党有做毋到啥物代志，主要就是我伫台联党迄段期间呢我有我关键的法案呢我无法度配合着台联党。是。咱简单讲就是讲，迄阵我交阮立法院内底有同仁呢因提出会计法的修正案。是。会计法的修正案呢当时四党的主席交马英九总统拢同意，这个四党的总调呢我就做台联总调嘛三个总调拢签名要修改会计法，替这个民代除罪。但是这违反法治国家的原则，就是咱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咱袂使因为一部分人来后壁修法去将过去的人的罪行甲伊除罪。这违反法治国家的原则。我是一个法学的教授，所以我当时去交因遮的设立，对抗半年啦。我到尾甚至甲台联党讲，恁若继续搁叫我签这个法案，我要辞掉立委，转来升台驾册。是。因为我转来升台驾册，迄阵我做立委还袂到4个月。人选民就会讲，柯教授你来做4个月立委就是咧。是啥物原因呢？记者绝对甲我问，对啊，我绝对爱讲出来。我若讲出来，大家就知影讲，原来立法院当时四党要来通过会计法修正，对过去报销犯罪的人甲伊除罪，安尼咧这是柯教授对咧，这是这4个政党唔对咧，安尼这4党拢会受害。所以到尾立法院唔敢搁再逼我呢所以这个会计法修改无成呢就真侪民代就去互法官判刑，然后入狱去服刑嘛所以这背后是我一个人去对抗4个政党，安尼交这个设立对抗半年，甚至我要辞掉立委，转来先来驾册呢这个法案才修无成。是。这外界唔知影。对。我嘛今仔第一概念系啊，所以大家终于真相大白台联党就看我这个学者，这主席对我这个学者来讲，这科就歹听话，这科就歹用，袂配合。所以讲，这大概是我交台联党主席，较早的冲突上介大，应该是伫遮。所以我到尾嘛对政党我嘛切心啦，我感觉讲。咱一个学者本来是要好好做立法委员，替国家做代志。但是当你有党的时阵，党要叫你配合啥，你无配合呢，你就爱死头路嘛。所以讲我真正维持无党的时阵，就是我家人讲，咱这个政治要安怎做，这件代志要安怎做，法律是安怎，代志安怎做，应该安怎做，咱就照良心、专业去安怎做。我无爱搁有一个政党你来甲指挥东指挥西。我袂爱搁有即个环境，所以我真正会保持差不多。我到近3年左右拢无党籍啊。拢无党籍。所以你后壁敢搁有可能会选择要加入政党？袂。你就是拢要无党籍。因为我用无党的党选啥，我就用迄党做到煞。这是对选民一个承诺。是。所以讲我到近我对加入政党是无兴趣。
无兴趣。所以第9届的部分区立委呢，吼，有4个小党要找我来代表因这4个小党，我全部拢甲因婉拒。我第9届立委，因为我迄阵我感觉讲，这个我已经做过立法委员啦。我应该讲爱选择职务，这个职务用一个无党的身份做会好的，我才要来选。我袂阁再去选立法委员，所以正外界有人咧讲，柯教授出来讲要选市长，这件代志是毋是咧替选立法委员咧做势？对。我而且甲各位市民报告，我柯忠信绝对袂阁去选立法委员。我家人若有选台南市长，若有调，我就好好做。我若选袂调，我就先台教授好好教，我就退休。安尼，这是是我个人人生的规划。我选一个职务，就是讲，这个职务我用无党的身份，我用我的专业，我的能力有法度，互这个职务替台湾、替台南做寡代志，我才会去选。立法委员呢，我袂阁再选。是吼，所以吼，咱即个柯教授有承诺啦吼，就是袂阁再选立法委员另外吼嘛袂阁去加入其他的政党但是吼，因为即马人会讲吼，即个台南市的部分，一向拢是这个绿大于蓝嘛，对不对？因为安尼大家安尼想想讲敢是民进党杀出来候选人就一定会当选？你认为咧？你的看法敢是安尼？我行这2年半了，我感觉这个代志毋是安尼看吼，因为进立赢。是离台南是有7成，哪也有3成无毋对。但是立赢毋是干那民进党尔，台联嘛立赢，基进车运嘛立赢，时代力量嘛立赢，无党的嘛做侪立赢。所以讲立赢有7成内底呢有一部分是支持民进党，支持民进党是咧支持啥？是咧支持台湾，毋是咧支持民进党3字。是。所以当民进党伊所代表的价值是台湾。民进党的候选人所主张也是台湾价值的话，咱才会去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民进党的候选人，伊若偏离台湾，毋是代表台湾价值的时阵，咱立赢还阁有其他台湾价值的，我相信咱才会立赢选民会去选择这个台湾价值的坚持者啦。所以进入台南，我甲看起来，会真正讲看到民进党3字就转来，大概头会剩1成尔。剩1成？剩头1成尔，剩的。伊会去用专业、用品行，用伊过去的表现，来做一个理性的决定。一般嘛是有人讲吼，民进党其实吼，可能你讲1成嘛，有人讲超过3成，国民党2成，其他拢是5成是无党的嘛，对不？真有可能是安尼。对，所以你即马无政党的话，你得讲，其实5成是这个无党籍，伊要看你候选人个人的这个政见啊，你的经历、你的资历、你的理想嘛，对不？所以其实你感觉讲，你有胜选的机会嘛是搁足大，对不？我是有信心，因为进入这5成无要看政党的。对。人会去看学历、经历啦。我个人，我是受到国家的栽培。阮老爸是咧踩铁牛3轮车。铁牛咧，铁牛头斗3轮咧车刷车头。你可能毋捌看过，你较少年啦。阮台南县较早，伫1960年到1990年，咱台南足侪叫铁牛3轮车咧车刷车头。我定国小的6年就对车呢。我这边读台南1中的时阵，阮老爸车抓歹，就去标亲戚农会肥料。亲戚农会肥料一包拢40公斤，无论是热素、石灰、氯化加综合的。对亲戚农会，迄阵各乡的农会拢有一个服务到家的政策，就是讲亲戚农会会甲你负责送这肥料到亲戚各农户。阮老爸去标呢我读南1中的时阵，迄3年迄阵我若无上课。寒暑假我拢对阮老爸铁牛3轮车，要背举一包肥无简单，对亲戚农会的仓库4、5间仓库拢贴足悬，拆100包来阮老爸的车顶，车到亲戚各农户，亲戚各农户的阿伯阿嬷拢甲我讲，少年的甲阮举去阿伯调好势哈，即句话足沉重呢，迄阿伯低调、牛调、仓库，才有肥料经啊嘛，所以讲我。安尼过台南1中了，考入去台湾大学。我读上介好的台南1中是咱台湾人，上介好的教育机会。阮迄阵的台南1中交即马无上，迄阵的台南1中是分林到屏东拢来考。迄阵咱台南竞争的对啊。咱台南的
都市的市容，佫比台中较好啊。啊，所以台南一中离全国的排名嘛，比台中一中较好。所以我读台南一中了，考入去台湾大学，我退伍了去考到政府4年的公费，我是教育部的公费生。啊，所以我虽然有律师牌，啊，我阮也是专长是即个智慧财产权、商标专利著作权营业秘密国际贸易的律师牌我有，但是我无去做律师，我伫学校咧教这，就是因为我是政府的公费生，我有义务啊，道德上的义务，我爱在学校教学生，将我伫欧洲所学到的物件教咱台湾人，安尼咱台湾人就无需要开钱去留学嘛。所以我伫学校就是安尼。啊，是拄啊到2012年，台联党甲我提拔，李登辉总统甲我提拔的吼。啊，我才代表台联党。啊，后边总统伫嘉义土城看守所，听到我电台的节目呢，啊，拍伫土城的涂骹，写一篇文章，咧推荐柯中信反恶科化之父柯中信教授。我第一届咱这个节目嘛是恶科化，反恶科化议题嘛吼。啊，后边总统这篇文章对嘉义寄出来呢吼。后边总统的支持者票拢转去台联来，所以我会当当选立法委员，是后边总统交李总统两个退任的总统做伙甲我提拔，我才会当做立法委员。所以我对这两个总统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敬重，啊，我嘛足尊重伊的意见安尼。啊，所以我今仔日我这个善食人囝，本来是爱高中毕业就去学功夫、修理机车，也是做功夫的人，我会当来读册，完全是台湾人甲我提拔，台湾人互我教育的机会，我才会当做教授。所以讲我有一个义务爱来报答台湾人。是好啊，所以即马就是讲，民进党方面啦，已经由黄伟哲就是出线哦，当然要等正式的提名啊，不过即马呢，伊出线了伊有听到讲，哇，这个前台联的立委啊，许忠信教授有可能要出来参选台南市长，伊讲呢吓得要死啊，所以讲自己就讲这个可能民进党方面嘛，因伫咧筹算的时阵，其实大家拢会想讲，哇，筹算变甲安尼啦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出现了裂痕，所以这个时阵呢，教授你出来算的话，就是可能会瓜分他们很多的票嘛。我相信你头所讲的，有3成原来会支持民进党去3成，因内底有一半以上，伊是看台湾。毋是看民进党3字，那敢若完全看民进党3字的，头1成尔。所以你头咧讲迄3成内底有2成，伊会看什么人代表台湾的价值，什么人是咧维护台湾的经济、台湾的主权。所以讲这3成内底，我有相信我会当摕到一半，甚至更较济。若袂看政党，袂看民进党这3字，也袂看国民党这3成，这5成。这5成，我是认为讲，因会去用我的学经历，用我较早伫立法院所做的代志。我伫立法院拢总2年尔，台联党就互我做2年尔，因为我都毋听话。2年期间104礼拜，我开200场的记者会，挖出台湾200个议题，沉疴疾病。快开记者会，讲互百姓知影，讲要安怎处理。所以讲，我伫立法院做一代志，咱足认真咧拍拼。迄阵韦铁啊嘛知影，伊韦铁啊叫我做同事。我伫立法院2年韦铁啊拢真早就去立法院，我嘛是足早就去，阮拢咧拼第1名，介早去立法院安尼就对。所以讲，韦铁啊知影我足认真。所以讲惊到要死啊！伊是咧讲客气话啦，因为我足认真，伊知影。我读册也好，我做人也好，我都骨力拍拼。我头壳势是无好，但是咱就是庄脚囡仔骨力拍拼。所以讲伊知影讲我这个人格特质甲伊无像啦。因为我这善一人囝安尼大汉起来，我甲庄脚阿伯阿嬷咱拢有会讲啦，因为。庄脚真是阿伯阿嬷，因会讲，这个柯中信虽然是博士，立法委员，佫袂臭屁。我要甲阿伯阿嬷讲，阿伯阿姆，我含鸡屎肥我都掠过。阮亲戚头顶迄鸡场啊，鸡屎拍打人咧用酸啊，做酸啊的肥料。一包用饲料袋底的10几公斤，我甲阮老爸含鸡屎肥我都掠过。我掠过鸡屎肥的人，我来臭屁。
我今仔是靠台湾人，互我教育机会。啊，我只能做一个生态教授，啊，到尾啊，台联党甲我提拔，李登辉总统甲我提拔，啊边啊总统甲我协助，我才做立法委员。所以这拢是台湾人互我的机会，我应该着愈谦虚来报答台湾人，报答台南人，才对我才会使操开钱。所以委托大概是讲我的国际经贸的专业啦，啊，我做代志认真拍拼，吼，啊，我这人足谦虚，伊大概讲他写了也是大概是咧行这个，系啦，哇，啊，无委托的条件嘛足好的。啊，因为你坚持即个台湾的价单吼，肯定会瓜分足侪即个立赢的票啦吼，所以伊个紧张嘛是应该啦吼。这无法度，因为我出世伫台湾，啊，我啉台湾水，吼，食台湾米，啊，台湾人出奖学金，互我去剑桥摕着博士倒转来，所以讲我咧反爱克化，我就是为着要顾台湾的经济，因为我知影讲台湾会当国际化，咱对欧洲招商。咱的农产品销日本，加强交美日的关系，咱台湾会国际化，尤其咱台南，吼，我一直希望讲，我会当 make Thailand great and global again。make Thailand great and global again， 就是讲，我互台南搁再国际化，搁再伟大。因为咱台南对这个郑成功，甚至荷兰人的时代。咱迄段时代，咱台南市府城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中国人，吼，伫咱台南安尼出入入。所以伫陈永华的时代，吼，郑成功的时代、荷兰人的时代，咱台南就是台湾的首都。啊，咱迄阵就上届国际化，啊，咱迄阵台南人嘛是有荣耀，真伟大的一个都市。但是对清代开始，咱开始。哦，慢慢啊，伊的地位就较无遐重要。啊，到即个日本人来台北甲咱拼过，到我读台南一中的时阵呢，台中的人口还阁比咱府城较少，但是呢，真台中伊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咱台南。咱台南离台湾的直辖市内底，虽然叫六都，但是咱的人民的生活。咱的平均的所得是六都尾仔名，啊，咱的少年人结婚的对数嘛是尾仔名，因为少年人拢外出。咱台南县、原台南县拢带中辈，原府城嘛拢带中辈。所以咱人口老化，少年人无工作机会外出，使得咱台南囡仔出世的比率嘛是六都尾仔名。所以真明显，台南人交通设施无好，咱的生活环境无好，二六都拢无法度甲人拼，进台南人失望的人非常多。所以讲，我要安怎离进台南市财政还阁有困难。虽然清德也真欠，将咱的负债还一部分，这嘛还阁欠1000亿左右。啊，咱一年的预算才848亿，是。咱一年的预算支出848亿，但是咱的负债差不多1000亿，所以咱这个市长。有一个足重要的任务，叫能力的需求，就是要安怎免开偌济钱，会当用咱台南的天赋去创造咱台南人的工作机会，增加咱的收入。所以这是唯一一个方法。免用偌济台南市政府的钱去开发咱台南的天赋，创造工作机会，啊，互咱人民有收入，少年人留伫台南。甚至外地的少年人来咱台南，这是唯一咱会当行的一条路。啊，这就是我要出来担这担，是上界主要的考虑。因为你要安怎互咱台南的天赋来开发，你要有本土意识，你对台南的地理、台南的文化、台南的历史有所了解。啊，你知影咱的天赋是对业，啊，咱知影对业是较早叫集鱼潭，即马。的大湾会高饮水，仁德较早是莲花潭，伊会高饮水，是安那安南区会高饮水，伊较早台江内海，是安那下营会高饮水，啊，伊就是较早倒风内海，这个历史啊，这个地理环境，一个市长拢爱了解，才知影要安怎来防治这个水灾。啊，咱市长对地方你爱有本土意识，你才会去关心伊的历史啊。啊，你才知影讲，咱要安怎来用咱的历史，像讲
荷兰人的历史。啊，郑成功、陈永华迄代是历史。咱台湾唯一有这段历史的，拄啊咱府城尔。啊，你若有法度用陈永华的故事，啊是陈永华的囝婿台铁科洛郑克章的故事，安尼来做动画，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伫安平啊。安尼咱安平的经济才会好起来。所以要有本土意识，要有本土的人脉，你才做会台南市长的经济开发的工作。因为即马咱足侪经济行为啊，交这智慧财产权有关。比如讲德国啊，咱对德国知影讲，进德国的经济非常好，伊造车是世界好啊，所以伊靠出口真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去年开始吼，第一大的出口国毋是搁再是中国，是去互德国拼过啊。因为德国出口一只 BMW 的车，中国就爱出口足侪玩具啦。所以德国伊真是全界大的出口国。啊，德国伊的经济遮好，毋是干那靠车尔。德国的文创产业，即个著作权的产业啊，即德文的著作权叫 Urheberrecht，Urheberrecht 著作权的产业，伊的产值交汽车产业产值是平济。所以德国伊经济好，毋是干那靠汽车制造尔。文创产业，互伊创造足侪工作机会。所以咱进的市情，嘛要安那来，互咱的台南对个伊的历史，伊的文创发展会快。像安平交咸水，咸水毋是干那观光好尔呢，伊历史是足早。啊，搁咱的下营嘛有真传统的历史。下营较早叫做小洋洲呢。下营是较早咱府城若要去朱罗，拢爱经过下营，迄叫迄落即个即个毛港尾，迄叫小洋洲。啊，你着爱知影遮个历史，伊的地理，你才有法度发展文创产业。文创产业啊，经济才会好。咱对德国招商来咱台湾投资，尤其来咱台南投资，因为德国拢中小企业，啊，伊真诶拢伫德国生产，啊销来东亚，啊东亚是全世界上界大诶市场。所以德国政府伫2年前呢，经差不多100个左右的德国的少年学生送来东亚留学。一部分去中国，啊一部分去日本，一部分去南韩，啊一部分来咱台湾。我拄仔教着一个。所以德国政府真需要交东亚增加即个经贸关系来遮投资，接近市场。但是德国企业、中小企业拢有关键的品牌。叫做隐形冠军啊，Hidden Champion。因关键的技术若入去中国，中国的厂商会甲伊模仿、来偷，所以伊毋敢入去啊。对。啊，咱台湾的智慧财产权，我伫生态就咧教这。阮交英国、美国交德国的法律，咱拢差不多。啊，所以咱的保护的制度是已经符合着美国人的标准。啊，咱来找德国人讲，你来台南投资啊，阮袂甲你仿你的品牌。袂甲伊偷你的技术，啊！你用台南做基地啊，生产了对高雄港出口去中国、东南亚、南韩、日本，台南拄啊是上界好的所在。所以讲，咱会当来德国招商，创造咱遮的工作机会。啊，要谈对上好呢，我认为离即个高速公路卡，中山高速公路呢，即条当时咧起的时阵。对家人到高雄拢是通过咱台湾足侪人的城镇。啊，高速公路卡因为伊吵，污染空气歹，所以百姓袂爱住高速公路卡。所以咱对永康仁德到高雄、台中到家人拢中小企业。啊，德国的拄啊中小企业。咱若来甲招来咱的即个咱对咸水溪到新营，即高速公路卡，互德国人热切。即个因的中小企业伫遮，因的资金、技术、品牌来，啊，咱的少年人远东，昆山、南台遮优秀的少年人，技术行毕业了，主要学2档基础的德语，来德语工区替德国人做商品啦。啊，安尼用因的品牌，用因的商品销去东亚各地，咱台湾的收入、台南的收入会提高起来。所以讲，针对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招商是咱台南唯一的一个机会。所以这荷兰呢，是咱台湾外资来源上界大一个国家，
是，占咱台湾27.77%。啊，这足侪拢是直辖市长家己去招的啊。哦，你像台中市长嘉良，伊就遐英文啦。啊，荷兰人主要讲英文嘛，所以伊去荷兰招啦。哦，啊，我感觉讲啊，嘉良是咱台南的囝婿，你才毋招来咱台南。啊，嘉良伊是台中市长，当然爱招去台中。哦，啊，所以这也爱直辖市长家己去努力去招啦。哦，啊，咱台南是全台湾上界大的农业县市啊。咱的农产超过10万公顷。咱原台南县溪北地区足侪好的农产品。咱其实交日本是互补。啊，但是咱因为交日本之间即个贸易的制度无建立。啊，这主要就是咱市长无法度讲日语。你要交人日本人建立即个贸易的制度，城市甲城市之间的合作。你若要去拜访大阪的市长，还是东京都的市长可以去。必须若甲伊通知讲去要讲英文吼，日本人听到讲英文，伊就做咱啦。因足惊英文。啊，伊就甲你讲吼，私は難しいですね。時間がありません。伊就甲你讲，我做无用，无时间呢。啊，你若讲去，即台南的市长来是要教恁讲日语，啊，要来谈两面农业出口互惠的问题。即人可以去市长东京都的地区，有可能讲啊，伊来是要讲日语，即个简单。啊，来甲接见看卖。是。啊，接见了讲。啊，即个市长效率阁袂歹。啊，日语虽然讲了无好，我听有，安尼就好啊，会当建立即个工作上的关系吼。我相信咱的农产品法度促销日本市场啊。日本人口1亿2千万，咱台南人种无够互因食啦。安尼咱的价销就会悬起来，就袂讲咱的农产品丰收的时阵价销煞去要栽落来。所以主要也着爱对欧洲招商，啊，去日本促销咱的农产品，咱台南的经济才有好的机会。对，所以拄则教授你讲的，这就是可能你未来要竞选的一寡证件嘛吼，包括你讲对外去招商，互咱台南市会当国际化，但是吼，咱要来有即个文创的话，就变做讲咱要有本土的意识，要有本土的意识，啊，你阁有现代智慧财产权、商标专利著作权，才会国际规模的知识。对，所以也着爱本土，也着爱国际，是安尼。安尼还有法度，互咱的台南会当吼，这个就是说一些产业会当起死回生啦吼。所以就你来看，安尼进前个咱即马现任赖清德院长吼，伊做台南市长的时阵，你感觉伊甲市政做了安怎？清德啊是善食人囝，交我相像。我感觉清德啊一点则真好，就是伊真欠。伊真欠啊，所以讲伊有替咱台南市改善咱的财政，伊有还一部分钱，咱真感谢伊。为较早过去有迄市长较无负责任的吼，伊钱甲你恶白忘。对啊。啊，忘的了，后任伫遐收山。啊，清德啊，伊伫财政甲咱改善部分的吼，咱真感谢伊。啊，但是就是因为伊上过考虑即个财政的考虑，伊煞去调即个房屋税、地价税这。对。啊，伊第一任无调，第二任调的幅度上悬。这违反着咱一个法治国家。人民对即个税金，伊爱有一个会当预先去看到，伊今年、明年要纳偌济税。对。啊，我才会当对我的收入内底去揽偌济起来准备人纳税金。所以讲，即个税的调整，爱互人民看会到，讲将来我有啥物税的负担。对。啊，你前4年拢无调，第5年、第6年安尼一直调，这人民挡袂调。尤其咱这收入阁无好，啊，阁爱拨这个钱出来纳税吼，安尼经济愈害呢，你税加重了，经济愈害，大家无钱人消费嘛。所以讲，我第一个主张，这个房屋税，爱冻涨。要冻涨。冻涨就是讲爱甲冻起来。啊是爱冻涨，曾经有民进党的初选人伫网络去闹话讲。房屋税，也是即个地价税要公道，啊，我就甲闹话啦。我讲根据咱的公道法即个税袂使公道，
这公投法的规定，水袂使公投，因为若水当公投，公投就大家不爱落水啊。对啊，大家一定投无害啊。对啊，所以水的代志袂当公投，所以我安尼甲留话了，我讲上届只当冻涨尔。到尾这冻涨的声音就哪出来？哦，是。所以讲，我认为我冻算了对房屋税，我袂当无税啦。我袂去甲选民讲好，拢免税啦，这袂使。对。因为咱国家足侪事情拢爱课税收。但是呢，因为伊这调整的幅度伤过大。造成人民已经无法度预先去安排伊的收得的这个程度，所以咱来甲冻涨，对，爱冻涨，所以税的部分，我这点对赖市长，我感觉讲伊上会考虑这个财政部分呢，我有所这个保留，有所无法度接受啦，第二就是我感觉讲，因为青田嘛足欠，所以伊。对即个咱长辈65岁以上，即健保费补助部分呢，伊嘛足欠足，唔甘去甲补助就对啦。即点我感觉无公平些，我感觉讲因为咱直辖市、交高雄市、交台中市，咱一视同仁。对。你既然是直辖市，就有相常的即个财税的即个财政的收支的即个划分。所以讲台中市会当做的，高雄市会当做的，咱台南市嘛爱做。人进台中市、高雄市对65岁以上的长辈，人因拢有即个健保费的补助。咱台南人嘛袂使，互咱这长辈感觉讲咱是二等的即个直辖市民啦。对。所以咱爱交台中、高雄超平。所以我长期来就安尼主张。是。这部分的财政未增加咱市政府偌济的负担。你主要莫去互遮的政治人物啦，莫去互遮的落个缩个的政治人物安尼遮蹭挂遐蹭挂，咱就绝对有钱会当来互遮的长辈健保费的补助。我是安要维持无党的身份，就是我无爱去受到一个政党。你像讲清德也要清，伊党内无一定要甲你清啦。对。因为伊党内伊有伊的竞选的压力，伊有因的即个规个党团体咧做嘛，所以讲我个人维持无党，无党较歹选，但是呢选得了，就较有法度来解决啦。你无包袱，唔免去看任何政党甲你指点来指点去安尼，所以无党有伊的好处。是安尼。对，所以你对着即个赖市长进前所做的有一寡是肯定，但是有一寡你感觉讲伤过欠，可能会去影响到人民这个部分可能就是需要改进的所在。青田也真欠，我家己我都了解，因为我嘛算一人囝，我嘛知影迄个环境，青田也是真欠，但是伊欠一个煞是较伤过去重视即个财政要哪改善。伊这是算有良心要互后任的市长较好做。对，有良心的做法啦。无伊青田伊嘛会当甲你摸摸的就走安尼尔。对啊，伊嘛会当做侪建设然后留一笔小互后一任的来收。是，青田上届无人伊欠有改善咱的财政，这人做了好，咱来共学咯。所以讲，若青田做了伤过欠的，咱来甲调整。因为咱无党的负担，咱有法度对别业来准节啦。若即个政治人物，即政治老仔要蹭的，咱莫互蹭。省起来就法度，即长辈来养老，来做咱的囡仔的教育，就是安尼。是。好，所以即马面对着讲咱可能民进党是黄伟哲，国民党你会等因协调出人选了后，才来宣布讲，你到底要参选无？是。尼就你来看，目前国民党黄秀双跟高思博，还有另外2个是无党的，和你相共是无党参选的，你安怎来看这个对手？黄秀双是博士伊嘛教授所以讲伊的素质袂歹，伫即个因拿赢的候选人内底，因4位内底，那学识啦学历啦是黄秀双是上介好的，上介好。另外一位就是陈子敬局长这有法度做警察局长也无简单啦，会当做警察局长也无简单。林义峰董事长会当做甲一个事业的董事长，这也有伊的专业啦。咱拢甲伊尊重。但是我也交因4位无上的，就是台湾啦。我绝对坚持台湾啦。所以咱子敬兄真系等着我，因为我都足久来咧走，伊也等着我。伊真来甲我讲，你毋来协调者，我讲我台湾的呢，
哦，啊，恁拿赢，我这边来合调，这就无相像嘛，因为这基本价值就无相像。对。哦，啊，但是我甲最近遐拢大家拢无懂的，哦，啊，我嘛互相拢尊重啦。啊，你选你的，啊，我选我的，哦，啊，咱的证件，咱要做啥？啊，咱的学经历，哦，啊，咱过去的表现，互选民去做一个，哦，一个比较。安尼这就是上介好的民主政治。所以讲，我对这的候选人，我拢维持足优先哦的关系，但是我的态度足坚决。我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伫20年要离开的时阵吼，啊，国民党有一个立委叫邱文燕，伊送我一句话啊。伊讲柯中信委员呢吼，立场鲜明，仪态优雅。哦，啊，这句我感觉足荣耀的，我背啊到这邱文燕委员甲我描写。啊，我嘛到即嘛坚持安尼，我的立场非常鲜明，台湾啦。啊，我的仪态优雅就是我大家拢好朋友。对。我离政坛，我袂爱去有啥物即个无好的朋友。是安怎咱来维持这好朋友呢？吼。各位市长要做啊，嘛爱立法委员离中央替咱争取预算啊。哦，你像讲我甲委贴啊，我甲委贴来的关系，咱大家理性来竞争。将来咱当选了。嘛爱委托啊，做立法委员去中央，甲咱争取将这条路爱6000万的预算。那中央要补助3000万，嘛爱需要委托啊去替咱对中央来争取。所以咱来考虑到将来咱做了要安怎互台南做会好。所以人的关系绝对要维持甲足融洽就对。咱政策无像，咱的专业无像，啊，互台南市民来做比较，啊，大家咱拢好朋友，将来佫有合作的空间啦。有合作的空间，所以我袂爱去批评任何一个候选人，就是安尼。是，所以教授这方面的思考是对的吼，就是有站在这个市长的关度啊啦。因为你也讲吼，你头前看人这个人和不好的话哦，你看像即马民进党变做讲因内底初选了，变成分裂的局面。吼，所以因可能后续要选，就无像进前顶一道即个赖市长嘛，吼赖清德市长、黄秀双吼，即个候选人咧选的时阵吼，哇差40几万票安尼啊啦，即道可能个。教授，你也搁出来这个立赢这方面吼，这个台湾意识这方面，可能你得占真侪票啊，所以这届的选举可能他们进前安尼袂得比一啦，因为进前是因为赖清德他可能人家觉得他是吸票机，吼啊伊的形象啊，搁有讲哦，可能就是对手跟他黄秀双一个赢40几万票，但是这届你来看，应该嘛毋是这个局面啊，对无？哦，完全无相像，我真伫外口咧行吼，人民对我的这个比骨头母真侪咧。阮像3月23，农历3月23，做者妈祖生吼，啊，我去敬酒吼，时常拢有人民要甲我比安尼，啊，要招我合照。是。所以讲，因为咱对替台南、替台湾咧拼，坚持着台湾的经济优先，哦，台南的经济优先的吼。我相信这是咱大多数人、台南人，伊会去认同这点。啊，人会去看讲，你凭啥？你讲你会当要来发展台南的经济？你柯中信是有啥物专业的能力咧？啊，你柯中信是有啥物学识会当来发展台南的经济？啊，即马足简单，我著鼓励咱观众，你著手机柯中信输入就好啊。你手机柯中信输入我过去的一言一行，我所有做过代志。拢看有，对，在网络上很多，我也去看过。网络时代就是安尼，你做过代志，网络上拢会有记录。对。所以我建议咱观众若对柯中信敢若较无认捌的，你著手机输入柯中信，我所有较早做过代志，会弄出来。哦，安尼互大家来做检视，讲我的专业的能力，我过去安尼骨力拍拼，是毋是咱台南需要？我一直认为啊。台南正面临的困境，就是伫国际竞争，咱一直输。啊，伫国内交6都都市，即马毋是6都赢咱尔，含新竹、竹北都赢咱台南。所以咱台南正有即个困境。啊，清竹啊，替咱安尼担7年啦。正咱台南即个困境，要甲伊改变，要互咱台南有一个新的气象。即个困境拄叫我做囡仔。咧对阮老爸铁牛啊3轮车相像。我做囡仔迄个家庭的困境，阮厝曾经散啊到阮厝头鸡娘，毋敢甲阮收厝税。所以讲我食过番薯签。迄种家庭的困境，我著有法度靠我家己的意志力，我安尼用野肥迄个意志力骨力拍拼，读台南一中，考着政府的公费。我著有法度靠我的
意志力以及台湾人，互我的教育机会来改变我的人生。我变成一个生态教授，啊，搁摕剑桥的博士，啊，会当安尼做立法委员，我就会当用我的意志力，用我的骨力拍拼，去改变我的一生。安尼我应该有迄个能力，有迄个机会会当来替台南拼一个。啊，我若无出来拼，就是失职啦。啊，所以讲，这是互我上届愿意讲要来担这担的主要原因，就是台南正面临的国际困境，财经的困境，拄啊交我做囡仔的时代，都相像的困境。是。啊，就爱有这个意志力，吼，坚毅不拔，家己拼就对了。啊，安尼呢吼，这是要叫我选市长上届大的正面的因素。啊，我真上届担心的是啥？我坦白甲各位观众报告，我有自信讲，我当选无困难。我当选无困难，我咧惊就是我当选市长了，你要安怎去面对咱台南遮的哦，这个真济遮政客，遮个要来摕利益的遮哦，要安怎来面对因的问题？啊，处理会好势，佫会当守住咱的财源，啊，佫来发展咱的经济。我颠倒是咧担心这点。这点哦。当选了要安怎来面对遮陆个俗个，遮政治佬啊？啊，安尼咱佫做会好势？这确实我上较担心的所在。对啊，这真正做大的挑战啊。啊，就爱咱这个台南的社会正派的人，大家站出来。你真无站出来，对袂袂赴啊？咱台南的企业家、正派的老师、退休的老师，啊，咱台南的遮个媒体人。为着台南这个城市，咱要来互伊重新 great and global again。啊，安尼就爱大家做伙站出来。啊，我只是扮演一个角色。啊，咱一群人做伙出来做呢吼。安尼我相信，咱真侪这个社会陆续所过的细力伊的却步，啊，将机会让咱要替台南的下一代，要拍拼。主要是为着下一代离咱台南要生团的问题。是。哇，所以今仔日咱有听到真侪吼教授所讲的，咱即马知影讲为虾米伊要徛出来参选吼，咱嘛知影讲，教授吼伊的管道伫咧倒位吼，真正是这个立场鲜明、仪态优雅安尼啦吼。所以最后嘛是请你吼，甲咱做一个结论吼，再来甲咱的乡亲来表达一下。咱台南曾经是台湾的首都，伫陈永华的时代。陈永华利用咱台南的天赋，陈永华看到咱台南的先民担海水资源非常辛苦。陈永华甲咱的先民讲：，恁台南日头遮炎，海水遮咸，啊地势遮平，我甲恁去盐埕来拍盐。啊，陈永华伊头壳有迄个know how，就是要安怎拍盐，用海水交刷过滤的know how呢吼，互伊所拍出来盐。袂涩、袂苦，敢若会咸。啊，所以讲，创造咱台南，像咱个盐行，就是迄阵咧卖这盐。即摆市长要入去永华市政中心，你学的嘛是爱学陈永华老将军这点，因为咱这市情已经空去啊，财政已经空去啊。台南对个有啥物天赋？啊，会当来发展观光、发展制造业、发展农业，对每一个乡镇。有本土心去认捌伊的地理环境，交伊的历史，啊，用市长伊的头壳内的know how，学着陈永华的精神，互咱台南人 great and global again，这是咱唯一一个机会。啊，所以讲我而且号召咱的观众呢吼，因为我的知名度较低，咱毋是只干伫外口咧做小的人，咱伫学校咧读册的人。今仔日咱若要出来担一担，就爱咱的媒体人，咱的台南市民呢。大家安尼都爱成经，这样法度将咱台南 great and global again。好，感谢教授，谢谢你。咱今日非常欢喜吼，邀请到教授到咱节目当中来甲大家说明啦吼。啊，教授拄则讲吼，伊知名度无够，其实教授足出名。吼，对啊，但是就是讲吼，要选举的话，大家若是想要更加了解教授的话，你上网吼查一下讯，对，考中信三你拍落去，你会当看到伊做偌济代志吼。我家己为了要主持这集呢，查足侪资料，我发现讲，这个教授真正是有料的啦吼，所以大家嘛当看卖。啊，当然吼，就是教授有讲到，伊要伫个这个
个国民党吼正式有即个人选出来以后吼，伊来宣布讲要参选无吼，啊要参选的话，大家看到伊的资历吼，若是你认同伊呢吼，就当互伊支持，互伊鼓励。好，咱今仔日再次感谢教授到节目当中，谢谢你，感谢主持人，多谢感谢各位观众。是，好，咱市民时下节目伫遮过一段落，咱再会。